好来，乡亲啊，继续要甲你讲，这个文旦油规粒拢是宝哦。云林斗六这个市公所邀请到专业的讲师到各社区教大家安怎利用品质较歹的文旦来做相关的产品。对老师动作，这时代开始爬油啊，大家骹手拢真紧，因为手等下要做果酱。另外，伊嘛唔知讲油啊有这个用途。会当做果酱，啊会当做粉芒啊吼，啊嘛会当个做清洁剂。油啊醋，油啊料理，啊皮会使写起来做芒啊香。利用品质较歹的文旦甲文旦掰落来皮甲籽，利用这大家无想到的物件，只要加入创意，就会使做相关的产品。然后酱做基底之后，准备起来可以做系列的产品。那是最外面那一层叫做油包哈，油包它有清洁的效果。正转。油啊，除了内面的果子吧，会使食伊的皮甲籽经过加工了，会使改变做各种的产品，用个是规身躯拢是宝。这位老师教大家加工是非常简单，或者是住伫厝内嘛使家己做。